大家好，我是林顺。今天这段片不是说中文的，而是说粤语或广东话的。如果有需要这个逍遥模拟器教程的朋友，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会另外再录制一个中文版本的，让需要的朋友可以得到幫助。大家好啊，我係永順啊。因為我 Facebook 近日嚟有好多網友都希望知道我係點樣喺電腦入邊開怪物彈珠嘅小號。今日呢段係教大家點樣去做。Windows 嘅要求好簡單，最少要有 Windows 7。Windows XP 係唔能夠使用逍遙模擬器嘅，即係逍遙模擬器。OK，好簡單啦，都係去 Google 啦。去 Google 搜索逍遙模擬器。第一個就係啦。2.8.5啦，我本身都係用緊呢個版本嘅。大家都睇到更新時間係9月號，都係算新㗎。當然，如果大家係需要啲更加新嘅版本嘅話，你可以入到去嘅論壇入邊睇下官方公告。目前為止，就算係官方論壇入邊都係2.8.5最新啦。其實版本並唔係關鍵啊，最緊要係適合大家用嘅啫，並不需要盲目追求新嘅版本。好，廢話講完，我哋由於時間嘅關係，我已經係 download 好咗㗎啦。而家嚟示範下點樣安裝先。安裝嘅過程中嚟排嘢啦 ，install 喺 C 咯。之後，如果你需要華語嚟講，係咪你要將你 system 系統入邊嘅意願轉去中文，佢就會安裝嘅版本就會係中文㗎。英文基本上英文都冇問題㗎啦，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個，非常非常簡單嘅英文啫，絕對唔複雜。呢度千祈唔好撳 launch 啊，撳 finish 就好啦，因為我需要同大家解釋究竟係嗰兩個 icon 係有咩功能嘅。呢個唔需要。OK。你 install 好咗之後，係會有一個 MEMU 同埋 MultiMEMU 嘅。MEMU 係將會係默認直接打開一個模擬器，但係我哋唔需要，因為通常需要用到怪物彈珠嘅玩家未必係怪物彈珠啊，甚至乎係 Pokemon、陸龍如天等等，只要係喺手機上 Android 支援嘅遊戲，都可以 install 喺呢個逍遙模擬器入邊。大家可以睇到呢個界面啦，呢個就係我所謂頭先所講嘅默認。默認係肯定會有一個嘅，當然你都可以添加啦。添加係本身默認嘅係 Android 4.2嘅系統。當然，如果有遊戲係需要5.0以上嘅話，就需要去官方嗰度下載測試版嘅5.1。由於我本身都未去正式使用官方嗰個測試版本，我都唔係好清楚。再加上4.2係已經足夠運用怪物彈珠同埋市場上大多數嘅遊戲㗎啦。OK， 廢話唔多講，跟住落嚟就係教大家點樣利用嗰啲基本嘅功能咯。Start 就係開始使用咯 ，delete 就係 delete 咗佢咁解啦。呢度係可以係 clone 應該多咗一個先俾我用 clone 嘅，係 clone 咧即係話複製咁解咯。即係話例如
你準備好怪物彈珠啊、Pokemon 等等啊，你唔需要每一次開一個新嘅 Android system 之後再逐個 game 去重複，佢就好似一個複製咁啊。但係大家需要記得 hard disk 嘅位啊，因為你每一次複製你 hard disk 嘅位都相對咁會越嚟越少嘅，所以要睇電腦咯。之後 export， 例如話你電腦中咗毒，你需要換新電腦嚟講，你嘅呢個Android 模擬器係可以得到 backup 嘅，即係話我哋講轉移去第二架電腦啦。所以你只需要 export， 佢就會問你去 backup 去咩地方，之後你就可以用 pen drive 啊或者 external hard disk 啊抄去其他地方咯。好啦，今次我 testing 一擺點樣 backup 咯。大致上基本上呢個模擬器，我第一次用就上咗手，因為佢嘅界面係十分之簡單。大家可以睇到啦，頭先嗰個 backup 嘅就係 backup 喺度啦。即係話打個比喻，大家需要將好似你有20個嚟講，你冇可能去到新電腦之後重新再做20份一模一樣嘅嘢，就可以用呢個 export 嘅選項啦。好，廢話唔多講，我哋就嚟睇下入到去係點啦。So 呢個係我本身嘅電腦已經開好咗嘅模擬器啦。我就開呢個 testing 啦，入邊係空嘅。So 用呢個一點好敏感啊！大家嘅電腦千祈唔可以係嗰啲 Pentium 4 Core 2 Duo 嗰種級數嘅電腦，因為運用呢個燒元模擬器需要求嘅硬件，起碼要係新一代嘅。例如話 Core i3 啊、Core i5 啊，同埋你嘅 RAM 係要多過4GB 或以上啊。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入邊係空嘅，就好似一個模擬 Android 咁。熟悉 Android 朋友應該好熟呢啲㗎啦。如果係蘋果嘅朋友，就需要時間去研究啦。4.2.2 So 大家睇到呢排 button 啦，呢個就係調校聲量咯。呢個就係錄影，呢個就係嗰個 setting， 呢個就係 operation record， 應該係一啲可以掛機俾個遊戲自動運作嘅，我仲未正式咁去研究啦。呢個就係將嗰個 app 轉移佢哋嘅電話，所以我都唔需要用我呢個功能啦。呢個就係 Q process， 例如話 hang 咗啊，或者有啲咩中毒嘅情況先用嘅 APK。我係唔建議大家用呢個方法嚟裝 APK 啊，因為我之前係用呢個方法嚟裝怪物彈珠器，係會死猛彈出錯誤嘅。So 當然我都會教大家點樣去裝怪物彈珠。So 呢個就係將個模擬器打橫同打直啦。呢個就係震動啦。當然如果大家用到某啲程式需要震動嘅話，係已經幫你諗埋㗎啦。剪刀就係 screenshot， 將依家嘅畫面 cap 成一張圖。呢個就係 key mapping 啊。就係你要將呢啲 key 啊，點樣 map 去一個 shortcut 啊，咁上下啦。OK， 廢話唔多講。So 呢度已經有大家平時需要嘅嘢啦。Play Store、Play Scan、Google Setting、Gallery 等 Super User 通常有搞 root 嘅人就明白㗎啦。如果你要研究某啲程式啊，或者進行某啲需要 root 嘅情況 ，Super User 就係個戲已經幫你 root 變咗㗎啦。簡單啲嚟講，呢個 shell 都幫你諗埋。OK。So setting 呢度，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大家嘅電腦係容許嘅話，將 CPU 放去2。之後 memory 方面即係 RAM 啦，如果容許嘅話，放去2GB 到啦，2048。之後 Window Position 就你中意啦，我係放一半啦，因為通常我開小號嚟講，我係唔需要咁大個畫面㗎啦，我會校到去50%啦。但當然呢啲係睇人啦，你唔需要跟足我 setting 嘅，只不過個人喜好啊，因為話晒都係你用啊嘛，到最後。Once 我都唔需要去喐佢啊 ，so far 冇咩需要特登去整佢啦，大致上。So share 即係頭先我講咗 APK， 我會用我本身嘅方法嘅。So 我係建議大家要喺 C drive， 你電腦嘅 C drive
開一個叫做 APK 嘅 folder。OK， 冇相關。我去 C drive， 大家應該明白我講咩。喺度冇 APK， 呢個 APK 係要自己去 C drive 嗰度加嘅。如果你真係唔明冇問題，你留言我再大致上解釋俾你聽。APK 係點樣加 ？OK， 暫停一下先。以防萬一真係有人唔明白究竟個 APK 嘅運作，我示範一次啦。好，呢度大家識嚟㗎啦 ，C drive ，OK， 喺呢度 right click new folder 就 APK 啫。點解我開個 APK 係因為我唔知道你哋係咪中意去 Play Store download game 啦。我本身係唔中意去 Play Store download game 嘅，因為我懶得填我 Gmail account 入去。So 通常我係會將我所有嘅 game 都放喺 C drive 嘅 APK 入邊咯。大家可以睇到啦，怪物彈珠、Doctor Commander、陸龍如天同埋呢個 Google GMS 就好似，相信如果你真係好運用得 Android 呢個電話嚟講，你都應該知道我點樣去非官方嘅渠道 download APK 啦。當然怪物彈珠係有怪物彈珠自己嘅嗰個網站嘅。喺度嘛？呢度係 APK 啦，就係官方俾嘅。大家下載咗之後，請記住將呢個 APK 放喺 C 嘅 APK 嗰度，for 簡單用。OK， 翻嚟。So 我 point 咗之後，我一撳 save， 佢會問你呢個 setting 係需要重啟模擬器之後先會 apply 落去嘅。我撳住 OK 先啦。So share 呢度就係、簡單啲嚟講，係會同你嘅電腦嘅文件得到連接，就變到佢係可以直接經過你嘅電腦去得到 APK 啊、相啊、歌之類嘅。但係我相信你應該唔會無聊到喺呢個 Android 入邊聽歌㗎啦。好 GPS 好簡單，例如話香港上海啦，我哋就打個比喻，上海 So 你要將你嘅 GPS 飛邊度係個人喜好啦。如果我新加坡都得嘅，個人喜好啊。So 記住撳個 set 就得㗎啦。OK， 我重啟個模擬器先。So 入到嚟之後，就 make sure 頭先嘅 setting 係有 set 到啦 ，APK 有 set 到啦。呢啲冇相關啦，你哋自己捉摸啦。好，翻返呢度 ES File Explorer， 即係話 Android 都係唔似我哋 Windows 已經有本身嘅 Explorer 咗 ，Android 都需要自己 Explorer 嘅。嚟到 Locker download 呢度，睇唔睇到啊？呢就係我自己 download 咗嘅嘢。當然你唔一定可以跟我嘅，都係嗰句裝怪物彈珠咯。搞掂㗎啦，咁就呢段片到此為止啦。如果大家真係有啲咩唔明白嘅，可以留言俾我。多謝收睇。